係唔單止冇化學啦，亦都冇人造色素啦，少甜少油嘅，仲要係咧一食出嚟咧入口鬆化。我好中意食呢一個咧焦糖杏仁船，哇！佢脆到咧好誇張，你睇下，好好味啊！呢一隻紫色嘅浪漫版本咧，好襯我 Aiko，我好極力建議大家咧係送呢一個咧俾你嘅最愛嘅親戚朋友嘅，因為呢一個咁大罐3層咋，佢只係200蚊咋，仲要 Aiko 一場嚟到，梗係會有優惠俾大家啦。頭10名買呢一個愛的故事紫色 Aiko 版本，我哋會即刻送你每人1盒呢一個迷你版嘅紫色，哇！有大有細，真係加肥滿屋啊！嚟緊就嚟新年啦，梗係要準備啲賀禮俾大家噶啦。而家我眼前呢幾款就係 Isabel 最爆單嘅曲奇嚟嘅，有呢個幾十蚊好抵嘅焦糖杏仁船啦，仲有呢一個，哇！佢睇下個包裝幾靚，係一個巴黎鐵塔嚟，台灣同埋法國人一齊研發，係唔單止冇化學啦，亦都冇人造色素啦，少甜少油嘅，仲要係咧一食出嚟咧入口鬆化。我好中意食呢一個咧焦糖杏仁船，哇！佢脆到咧好誇張，你睇下，好好味啊！佢每一個咧都有唔同嘅味道，呢一個經典咧，大部分嘅禮盒入邊咧都會有嘅。另一兩款嘅爆單產品咧就係呢個幾十蚊咋，叫喬斯林啊！佢入邊咧仲有個茶包俾埋你嘅，極正啊！跟住另外呢一個玫瑰嘅禮盒裝咧係雙層嚟，佢叫做羅莎莉啊！所以其實你送俾人咧，每一個咧都充滿住品味同埋極好味。哇！呢隻阿薩姆茶曲奇咧〜一拆開已經聞到一陣好香濃嘅茶味，跟住食出嚟咧，哇！茶香4溢，仲要係入口鬆化，哇！簡直係絕美啊！